那我们之前呢是讲到第19页的第4行，那讲到说主张异于法性的一切无为法虚假成立，然后与虚假同位。那在前面呢就讲到说主张一切事物呢谛实成立，然后一切法性呢谛实成立。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这边最主要就是唯识宗的主张。那唯识宗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依着三转法轮的解深密经。所以解深密经呢它可以算是唯识宗呢它最主要见解的一个依据。那三转法轮里面就是在解深密经里面它最主要讲到的呢就是依他起、缘成实还有遍计执。那在里面呢就承许说就是依他起，那也就是事物呢那它是谛实成立的。那还有说像是法性就是缘成实呢它是谛实成立的，那遍计执呢是谛实不成立。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这里所讲的这个事物呢就是讲到说由缘所生的这个事物。因为我们在讲到事物的时候，如果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前面讲说一切法它又分为就是无常的事物还有说常法的事物。那这里的事物呢是指说就是无常的法类，就是由缘所生的这些诸法，由缘所生的这个事物呢它是谛实成立的。那在唯识宗里面它为什么会承许到说依他起还有缘成实两者呢是谛实成立，那遍计执呢谛实不成立的原因呢到底是什么？那在唯识宗里面呢它承许呢就是缘成实。那缘成实就是空性嘛。那为什么空性呢它是谛实成立的呢？空性它是谛实成立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在安立空性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就是空性的施设处。那这个施设处呢就是所谓的就是事物嘛，也就是依他起。因为依他起它本身是谛实成立的，因为施设处依他起是谛实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其之上的空性呢也是谛实成立的。所以缘成实或者说空性呢它是谛实成立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说它的施设处呢依他起是谛实成立的缘故。所以我们讲到呢就是缘成实呢它是谛实成立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依他起呢是谛实成立的。那依他起为什么是谛实成立的呢？那在无论是像是三转法轮当中的解深密经也好，或者说呢摄大乘论也好呢，那他在里面呢就是在解释到所谓的依他起的时候呢，他所指的这个依他起呢是指说这个了知的依他起，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心王还有心所这个依他起。那心王和心所它是依他起，那心王心所这个依他起为什么承许说它是谛实成立的呢？它是谛实成立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承许说心王和心所呢最主要是被它的能够领纳它的自证呢所显现。那能够显现心王和心所的这个自证呢，它本身就是是一个量嘛。因为我们讲到说它是自证现量嘛。那当然说在四部宗义里面呢有一些是不承许自证的，那像是一切有部或者是应成派他们并不承许自证。但是你只要承许自证的宗义的话呢，一定承许说自证呢它是无有错谬的，它不会是错乱之。一定承许说是自证，它就一定不会是错乱之。那所以自证呢能够领纳心王和心所的自证呢，在显现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是显现心王和心所呢它是谛实成立的。因为在显现心王和心所的时候呢，是显现他们就是圣意存，是显现他们是谛实成立。那显现他们是谛实成立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是显现他们是自相成立。那在唯识中像是自相成立、谛实成立呢是同义的缘故呢，所以你当显示它呢是谛实成立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就会显现说它是自性成立。至于说为什么说遍计呢它并非是自性成立呢？因为呢遍计呢所有的遍计就是由分别所执，就是这个遍计只说就是由分别心呢所安立，由分别所执。那由分别所安立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不会是自性成立。那以依他起来说的话呢，它是就是由分别所安立。
所以在讲到说三种质性的时候呢，会提到说就是依他起和原成实呢是第十成立，那片剂值呢是第十不成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就是课文，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个解释。那就讲到说呢，法性呢必然是无遮。那法性必然是无遮的这一点呢，那最主要是在宗喀巴大师出世以后呢，因为在宗喀巴大师之前呢，就是大家在抉择法性、空性的时候呢，有一些并不承许说它是无遮法。那是在宗喀巴大师出世以后呢，那宗喀巴大师他所有就是关于就是见解的这些论著里面呢，那全部都提到说像是法性，还有空性，还有缘成实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无遮的。所以在以师部宗义来说呢，除了说像是一切有部不承许无遮之外呢，那像从经部宗开始，乃至于说是唯识宗或是中观秩序、中观应成，那秩序派里面呢，又像是随瑜伽行秩序派，还有随经部行秩序派呢，那全部都是承许说法性呢就一定会是无遮。那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他在比喻的时候，他会说就是缘成实呢，就是如同虚空一般；那片剂值呢，就像是空中花；那依他起呢，就是如同花。所以就是把缘成实比喻为虚空。那同样呢，他们承许虚空呢是无遮，所以同样呢，缘成实也是无遮。那为什么说唯识宗呢？他会把虚空来做譬喻呢？来比喻这个空性呢？因为虚空呢，我们知道说在安立虚空的时候，就是遮止掉就是触碍的这一份，就是障碍，以及呢能够触碰的这一份呢，就是虚空，就是遮掉了爱，就是障碍，还有触碰这一分呢，遮止之后，它就是虚空的这个形象。除此之外呢，你遮止掉触碍之后，不会再成立任何一法。那同样呢，在安立法性的也是一样，无论说你所安立的是人无我或者是法无我，就是遮止所破这一分之后呢，那它就是法性，就是空性。比如说呢，你所遮止呢是所破人无我、人有我的话呢，那自然而然就成立了人无我，因为你并不是遮止了人有我之后，然后又去成立了什么东西，它才变成无我，并不是你遮止掉有我之后，它就是无我。同样的呢，你遮止了所破法有我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就是法无我，而不是说遮止了法无我之后，你还要再去成立个什么东西，它才变成法无我，并没有。所以它在遮止所破之后，并没有成立任何一法，所以这个呢就称之为是缘成实，也就是空性。就如同呢我们在安立虚空的时候呢，你遮止掉了障碍或者是触碰这一分呢，它就是虚空。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呢，法性呢必然是无遮，而其他无遮的势力呢与军部中类似。那这里讲到说法性必然是无遮，那这个呢用但是也是可以，就是你用但是来比喻会比较合适。就是说唯识中呢，它除了就是法性呢不是无遮之外，其他跟经部中呢都是类似的。为什么？因为经部中呢，它并不承许说所谓的法性呢是无遮，因为它根本就不承许说法无我嘛。因为法性必然是无遮，就讲到说这是讲到唯识中它承许到细分的法无我呢，它一定会是无遮。但是呢，经部中它不承许所谓的细分的法无我，因为经部中呢，它就是承许说法有我，而且不只说它承许法有我，而且它也是承许说外境呢是成立的，所以它对于法性呢是无遮这一点呢，经部中并不承许。但是呢，其他就是关于无遮的这些事例呢，和经部中呢都是相应的。无论说呢，他所指的这个无遮呢，是指说就是是所知的无遮，或者是呢非所知的这个无遮呢，那和经部中的安立呢都是相似的。刚刚讲的呢是讲到说，所破是所知的无遮，和所破呢非所知的无遮。那什么叫做所破呢是所知的无遮呢？那所破呢是所知的无遮呢？那就讲到说像是
无凭，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没有瓶子，那没有瓶子呢，它就是遮掉了就是有瓶子的这一点嘛。所以它的所破是什么？有瓶子，因为所破是所知的这个无遮呢，它的所破是什么？它这个无凭子无凭呢，它本身是一个无遮法，那它的所破是什么？它的所破就是有凭，所以它的所破有凭子呢，有凭子是所知嘛，因为有凭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是所破呢是所在的无遮呢，就像是无凭。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所破呢，就是非所知的无遮。那所破非所知的无遮呢，就像我们所安立的，就是平和非平无交集。那平和非平无交集呢，它就是一个无遮法。那平和非平无交集，它的所破是什么呢？它的所破就是平和非平有交集。那平和非平有交集，它并不是所知啊，因为如果说平和非平有交集，是所知的话呢，那就要能够安立一个东西，它又是平质，然后又不是平质的东西，但是无法这样子安立，所以平和非平无交集呢，它就是所破呢非所知的无遮。所以这边讲到说呢，就是其他无遮势力呢和经部中类似的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因为经部中呢，它同样程序呢，就是所破呢是所知的无遮呢，就像是无凭。那同样呢，它也程序说就是平和非平无交集呢，它是就是所破呢就是非所知的无遮。那这个呢和经部中呢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到这边呢，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三个重点，就是提到说呢，就是一开始讲到伊他起还有元成池呢，它为什么是第十成立的？那这是第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第十成立的原因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虽然说都是第十成立，但是第十成立不同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法性呢必然是无遮，那这是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呢，就讲到说其他无遮的势力呢和经部中相同。那其他无遮呢，就讲到说呢，所破呢是所知的无遮，和所破呢非所知的无遮。那不要说，就是目前讲的这三个重点呢，大家都清楚了嘛？如果清楚的话呢，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解释。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说元成时呢是第十成立，因为它的施设处依他起是第十成立，但是呢，就是存在的这个片剂呢，它的施设处呢也是依他起，那为什么片剂值呢不是第十成立？所以人切这边呢，就先解释到说呢，就是以虚空来说呢，就是虚空呢，它虽然是第十不成立的，那为什么说像是虚空就是存在的法之上的这个缘成实呢？就是说存在法之上的这个常法之上的空性呢，它为什么也是第十成立的？因为常法本身呢，它也是第十不成立的嘛。那人们切这边解释到说呢，就像是以存在的片剂来说，就像这里讲的，存在的片剂呢，它的施设处呢，就是本身呢是依他起。那就以虚空来说呢，虚空也有一个施设处，因为对于唯识中来说呢，诸法呢都有它的施设处。那虚空的施设处是什么呢？虚空的施设处呢，就像是我们现在抬头呢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天空。那这个蓝色的这个天空呢，它就是虚空的一个施设处。所以蓝色的这个天空呢，它是有为法。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它之上的这个缘成实呢，也能够安立为是第十成立的。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问说，那既然呢，像以缘成实来说，它的施设处是第十成立，所以说缘成实是第十成立。那为什么依他起是第十成立？依他起呢，它的施设数是第十成立，但是依他起并不是第十成立的呢？那这个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讲说每一法呢都会有它的施设处。那以虚空来，以补特伽罗来说呢，补特伽罗的施设处呢，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是安立五蕴嘛，五蕴是补特伽罗的施设处。那这边为什么会说片剂它的施设处是依他起？那为什么片剂不是第十成立？因为片剂它不是第十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像刚刚讲的，因为呢它是由就是
分别心所安立的缘故，因为它是由分别心所安立的缘故呢，所以它是第十不成立。所以它是第十不成立的原因呢，跟它的这个施设处是依他行呢，变得又没有关系了。这里就讲到说，接下来那人们接就继续往下说解释。那色等五种对境呢，是依于阿赖耶识之上安立的共与不共业的习气，而于内是这个物质上所产生的，所以并不是成立于外在的这个对境。那这边呢，就讲到藏文里面呢，就是色等五种对境呢，那它的原文是想要说就是色等五义。那色等呢，就是包含了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等。那为什么叫做五义呢？那这个义呢，并不是我们一般讲说意识的这个义的意思，它这边讲的义呢，就是这边词翻的就是境的意思。它为什么叫做五义呢？因为它是境嘛。那根之呢是有境，那它就是有境的这个对境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就是有境能够看到的这个内容，所以它叫做五义。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色等五种对境呢，或是色等五义呢，它是依于阿赖耶识之上呢所留下来的。那为什么这边会提到阿赖耶识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到意识的时候呢，那以唯识中来说呢，它是承许八识。那八识呢，就是我们讲的前面的就是五种根识，然后还有呢就是五根识，然后意识，然后意识之上呢，然后再去安立这个阿赖耶识。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染污识。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个阿赖耶识呢？那安立阿赖耶识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承许到说就是有前世以及今生嘛。那我们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呢到来世。那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会感果。比如说呢，我们造善业呢，因是善业，那它的果呢就是乐果；因呢是恶业呢，最后感的果呢是苦果。但是这个因和果呢，它中间呢不一定是说哦，今生造是今生感果，或者说今生造是来生就感果。就是这个因和果中间呢，它中间可能隔个10世、15世，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因造下之后，到它感果之间呢，那跑去哪里了呢？那它就变成一个习气。那变成习气之后呢，就是造了业之后，造了这个因造下去之后呢，它的第二刹那呢，就变成了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它会放在什么地方呢？它会存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以下部中，就是我们以经部中来说好了，经部中呢，它是承许说，哦，这个习气呢是安立在第六意识之上。那一切有部呢，还又安立了一个其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那我们就先不讨论。那唯识中呢是承许说，因为前面的五根识还有意识呢，都是初分的这个心识的缘故呢，所以习气无法安立在上面，所以他就安立了一个就是阿赖耶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变成说习气呢能够存放的这个地方，所以因造下去之后呢，那之后经过爱取有滋润之后呢，才会感果。那它还没有经过爱取有滋润之前呢，它就成为习气呢，然后就是这个习气就是安立在阿赖耶识之上。那在藏文呢，就是我们中文是以音译嘛，就是梵文直译为就是阿赖耶识。那藏文呢，它叫做昆西南些。为什么叫做昆西呢？棍呢是指一切，然后呢习呢是指这个基础，就是一切的基础，就是你所有的习气都能够安放在上面，所以它是一切基础缘故呢，所以叫做昆西南些，就是一切基础的这个心事。那我们是直接就翻成阿赖耶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阿赖耶识它除了是能够安放所有的习气，就是无论善恶业所造业的这个习气的安放处之外呢，那同时呢，他们在承许说，就是我们从今生到来世，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到来世呢，就是最后的这个实有的这个补特伽罗呢，那就是阿赖耶识。那至于说阿赖耶识呢，就是我们多做的补充呢，就是讲到说，刚刚讲到说，它是一切呢，就是善恶无记业呢，就是习气呢所安立的地方。那同样呢，还有一种安立的方式呢，是说安立为就是烦恼障
烦恼障所依存的地方，或是所知障呢所依存的地方，这个也有不同的安利方式。那哪一些有情心绪之中有阿赖耶识呢？那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小乘道有情、大乘道有情，那还有像是未入道的这些反复未入道的有情。那以唯识中来判的话呢，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未入道的有情，还有小乘道的有情呢，反正就是还未证的阿罗汉果，就是小乘尚未证的小乘阿罗汉果之前呢，那他们所有一切的善恶无记的这个习气呢，都是存放在阿赖耶识。但是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就没有所谓的阿赖耶识。那大乘呢，大乘是在就是净地，就是大乘的净地菩萨，就是八地以上。八地以上叫做以德自在，就是除了这些以德自在的菩萨呢，八地之后的菩萨呢，他心绪之中同样也没有阿赖耶识。那在大乘，所以在大乘的行者，他是在七地之前呢，就是八地以前，尚未证的八地之前呢，那同样他的善恶无记的习气呢，也都是存放在阿赖耶识。那等到了净地之后呢，那就没有所谓的阿赖耶识。那至于说呢，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呢，就是小乘证的阿罗汉果，以及大乘呢，就是成为就是净地的大菩萨之后呢，那他们心绪当中没有阿赖耶识。那没有阿赖耶识是说阿赖耶识的续流断除了吗？那并不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不是把它称之为叫做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就是阿赖耶识呢转变为就是异熟识，就我们讲的异熟果那个异熟，成为异熟识的体性。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把它称之为叫做阿赖耶识，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阿赖耶识转变为异熟识的体性。当然呢，我们刚刚是讲到说，就是唯识中是承许说小乘的阿罗汉，还有像是大乘就是净地的这个菩萨呢，他们是没有阿赖耶识。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有承许的，因为他们是承许说就是有存放这个烦恼障的阿赖耶识，那也有另外呢存放所知障的阿赖耶识，就是有人是这样子承许的。那不过呢，以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大部分的教典来看的话呢，那都是承许说，就是像小乘的阿罗汉以及大乘的就是净地菩萨呢，那他们的心绪呢就已经没有所谓的阿赖耶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叫做异熟识。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色等五义呢，是异于阿赖耶识之上呢，就是安立的，就是共与不共业的习气。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共业习气还有不共业的这个习气。那共与不共呢，就是如何来安立呢？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有30几位同学呢，就是在线上一起做学习。那我们一起聚在就是妙法乐院这个中心呢，我们一起学习。那我们30多个人呢，聚在一起学习呢，就是不论说我们是不同的补特伽罗，我们是不同的心绪，那我们有不同的根器，我们有不同的这种愿力，但是呢，能够让我们就是一同呢，这些不同的补特伽罗能够聚在一起，一起受用某一件事情，或是一起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共业的习气所感得的。因为不可能大家造了各个不同的业的时候呢，那还能够聚在一起，所以这种能够聚在一起一同受用某件事情或是一同做什么事情的呢，那这个呢就是有共业习气。那或者说呢，像是我们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呢，那就是很多人一起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办公嘛，所以我们是一起受用这一间办公室，所以这个办公室呢，就是由我们的共业习气呢所成的。或者说呢，出家人呢，很多的出家人一起在大殿里面修法诵经，那这个大殿呢，就是这些出家众他们的共业习气呢所成的。那就以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起呢，就是在妙法乐院呢做学习。那我们现在就是会一起学习呢，但是我们在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的，乃至于说我们在路上见到呢，可能都不认识彼此。但是呢，就是我们可能到了中年就是中年以后，或是人生过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呢，那可能过去所造的这个共业呢，它就
成熟，所以我们就能够呢，就是过去我们所造的这个善业呢，成熟的缘故呢，这个善业的这个供的这个善业成熟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聚在一起呢，就是闻法，然后呢来听闻这些佛法。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共同的这个习气业习气里面呢，就是也分为就是善业的这个共同习气，还有不善业的这个共同习气。那我们现在能够聚在一起听闻佛法、学习佛法，那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善业习气、善的这个共业的这个习气呢引发，所以我们现在呢能够聚在一起修学。那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善的这个共业引发。那同样，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学习呢，又造下了就是来生或是之后呢，我们能够又聚在一起呢，就是一起修学佛法，一起听闻佛法，或是一起行善的这个共业的习气呢，我们在现在呢也是同时在造这个业。那这个共同的这个善业习气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现在虽然说我们在线上呢，就是有30几位同学呢，就是一起做学习，但是实际上呢，就是真的有和就是仁波切呢，就是能够面对面这样共同就是讲话啊，或者说认识这样2-3个小时的，应该都不多了，乃至于说就是有和仁波切见过面，或者说呢能够长时间和仁波切就是有交谈，顶多也就是几个小时。那或者说呢，仁波切说以他去欧洲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前段时间去欧洲嘛，那从印度飞到欧洲呢，那飞行的时间大概是6-7个小时。那这6-7个小时呢，虽然说就坐在旁边，然后呢，你要干嘛的时候呢，也都会遇到旁边这个人，或是6-7个小时你们就是待在一起。但是也就是因为过去没有造下这个共业的缘故，所以我们并不会认识旁边的这个人。或者说你去美国的话，那美国坐飞机要坐10几个小时。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造好的这个业的时候呢，你跟你旁边的这一些人就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互动。但是以我们来说，虽然说我们真的见面的时间，或者说真的有互动，就是除了每次上课的这个2个小时之外呢，那真的有和人们些互动的人应该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聚在一起学习。那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呢共同的这个善习气感果的缘故。那所以从这一点呢，就是可以知道说，像我们坐飞机，无论说你跟你同飞机的人一起相处8个小时，或是10几个小时，说一开始的问候跟要下飞之前呢，跟他说拜拜之后呢，然后就没有交集了。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共同的善习气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说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人呢，就是能够和彼此之间就是种下这个善的这个习气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不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呢，你跟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没有关系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会跟这个人就是造下违缘，就是跟他变成仇人。但是当你和这个人认识之后呢，就一定要想办法呢，就是和他种下这个良好的这个善习气。所以仁波切他自己是认为说，当他和认识新的朋友，或者说他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呢，他一定是想办法呢，就是在彼此之间能够造下好的这个善业，就是不要让对方感到就是不舒服，或者说让他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然后由此而产生一些违缘。所以仁波切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仁波切说，他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台湾的时候呢，他那时候就找一个就是认识的人帮忙这样，然后就是仁波切找的那个帮忙的人呢，他就跟仁波切开玩笑说，安妮就是跟仁波切说，安妮怎么会就是想到说要找我帮忙，要我帮忙处理一些事情这样。然后仁波切就跟他开玩笑说，要是我和你之间呢没有这个业的话呢，那即使我们2个是用绳子绑在一起呢，那你也没有办法帮到我什么这样。那我们因为过去呢有造善业的缘故呢，那即使像我在印度，那我这么远，那你在台湾，你还是能够帮助我，还是能够帮到我。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要和别人造下好的这个善的这个共业。所以人们现在都会说呢，就是如果到这个中心呢，就是你觉得呢对你的自心绪呢是有所帮助的话呢，那就
你就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那如果说你来这边觉得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利益的话呢，那你也不用坚持撑在这边，因为就变成说你也很辛苦，然后呢好像又会造下一些违缘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是觉得说，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对你有帮助，那就留下来。那就是彼此之间呢，就是能够好好的呢，就是造下这个良善的这个功业呢，是最重要的。假如说我们是佛教徒嘛，因为是佛教徒缘故呢，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要把业果呢当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思维的准则。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家庭，就是很多家庭呢，就是之后呢，就是可能都会各自的分离。那为什么会各自分离呢？他们一定不是为了说分离，所以才一开始才在一起的嘛，不是为了分离而结合的。那为什么一开始会在一起？因为一开始会在一起，就是因为说有这个共业嘛。那等到这个业缘结束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就分开了嘛。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这个共业对我们来说呢很重要？所以荣姐也是认为说，就是你有缘呢，就是能够在这边一起学习，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好的共业，那就一起学习。那如果觉得说这边不适合呢，那也没有必要说就是一定呢要留在这里。那人们现在就讲到说，他今天呢，就是看到这个噶当派祖师的这个论点里面呢，那也是在讲到说业的这个部分。那在噶当派这个论点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如果说100个人呢，他们集合在一起杀一只羊的话呢，那这100个人呢，同时呢都是造下了这个杀羊的业。那如果说呢，你只有一个人呢去杀一只羊的时候呢，就只有你一个人造下了这个杀羊的业之外呢，其他人呢是没有关系的。那同样呢，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呢，就是在念诵心经，或者说一个人在念诵皈依的时候呢，和在整个大殿里面呢，所有的僧众一起课诵这个心经或是皈依的时候呢，那一起课诵呢，他所造的这个业呢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聚在一起呢，行善，一起听闻，一起思维呢，那所造下的这个共业呢，对于我们来世呢，就是也造下了我们来世能够继续呢，就是一起行善的这个共业。那同样呢，有讲到说，就是100个人呢一起造塔，那这100人呢都能够获得造塔的功德。那虽然说你一个人造塔呢也能够获得造塔的功德，但是100个人一起造塔呢，他所获得的功德呢较大，所以才说为什么呢？共同来累积这个善业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业呢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呢，就是之前的大德呢也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共业呢，它的力量会比较大呢？就像是100只扫把一起扫，跟一只扫把在扫地的时候呢，肯定是100只扫把扫的比较干净嘛，一只扫把它不一定能够扫得很干净，所以就以这个呢来做譬喻说，共业呢所及的这个业呢，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虽然说是这样子讲，不过就是在藏人的谚语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就是众人之手是金，那众人之口呢是毒。为什么说众人之手是金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如果说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呢，你一个人可能今天做不完嘛，但是很多人一起做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可能今天就做完了。所以你要说众人之手是金，那众人之口是毒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很好做决定，但是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说到这个，一个说到那样子，所以搞到最后呢，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才说众人之手是金，众人之口是毒。那这个不共的业习气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就像是我们各自所受用的这个运体，就是呢，我所受用的这个运体呢，一定是我自己所造的不共业而成，不可能说我造了一个业之后呢，然后和别人就是用同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各自的这个身体呢，各自受用的这个运体呢，就是我们各自的这个不共业而成。所以在了解了就是共业不共业的习气之后呢，那接下来讲要说就是色等五种对境呢，它是依着这个阿赖耶识之上的这个共与不共业呢，然后在于这个内饰这个物质上才产生的。我们讲说色等五种对境，以平质来说，那平质呢，它就是依于阿赖耶识之上的这个共和不共业的这个习气呢，
那而于内视，那内视指的呢就是直凭眼知，所以它是于直凭眼知呢和凭止这两个呢，他们是依着阿赖耶识的共业和不共业而生的，所以它并不是成立在外在的这个对境。那这边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说所缘、所缘境，还有对境呢，那是否有区别？那先讲这个对境好了。那因为在这个藏文里面，它其实并没有特别出现对境这个词啊，就是主要都是讲到外境。那既然讲到外呢，就是为什么会用外境，或者说就是提到外，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内，我们讲到说内在的这个了知嘛，因为了知它是内的，它是收摄于心绪的，所以相对于内在的这个了知而言呢，然后外在的这些事物，就是凭注啊等等的，那这些呢就可以称之为是外境，就是对于内在的这个了知而言呢，它是属于外在的这一些境，外在的这个境，或者说我们说外在的对境。那这是第一个对于外境或者说对境呢的一个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所谓的所缘。那以所缘来说呢，所缘其实就是无论说你所你所缘的这个了知，无论说你缘的是事物或者是常法呢，那它都能够有所谓的所缘。像说呢，缘平直的这个了知呢，它的所缘就是平直，或者说呢，直识虚空呢是第十成立这个了知呢，它的所缘呢就是虚空。那所以对于所缘来说呢，无论说这个了知它所支持的呢是常法或是无常法的，那都可以有所谓的所缘。刚刚呢是讲到说，就是所缘还有所缘境呢是一样的，就是以就是像刚所讲的，就是像支持声音市场的这个了知呢，那它的所缘或所以它的所缘境呢就是声音。唯识中是不是不承许有外境？那如果它不承许有外境的话，那心它的对立于心的它那个境是不存在是吗？那人们现在这边是解释到说，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在藏文里面，我们用这个外在的境会比较好，或者说他讲说外在的对境，就是能够区别说外境成立的这个外境，就是外境是不成立的，但是唯识中它还是可以承许，就是对于我们内在的了知来说，相对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境，所以外在的这个境呢是唯识中承许的，但是它虽然承许有外在的境，就是像是平住、虚空等等的，都可以是安立为唯识中外在的境，但是它们都不是外境成立。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说萨迦耶见的对境所缘境呢是否存在？那仁切这边解释说，萨迦耶见它的境呢是存在的嘛，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就是缘自相续的我和我所嘛，所以它的所缘或者说它的所缘境就是自相续的这个我所，所以我们班讲所缘和形象呢是有差别的，就是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是存在的，但它的所缘的这个形象呢是不存在，因为形象是支持它自性成立或是自相成立嘛。但是所缘呢，就是它所缘的呢是自相续的我和我所，这个是它的所缘。那它的形象就是说，它支持的这个是支持怎样的形象呢？它支持自相续的这个我和我所是自相成立的，所以这个形象呢是不存在的。最后就是普特伽罗独立实质有我的这个受用呢，指的是否是萨迦耶见的我所知？那人们现在只有讲到说，就是因为普特伽罗独立实质有我，它根本就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有我的这个受用。那这边是之前有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真相为是还有假象为是呢？那
他们和随教型、随理型呢，是不同的这个分类呢，还是像是真相唯识派呢，就是指说随教型，那假象唯识呢，就是指随理型。人们就回复到说，一般讲的话呢，没有错，真相唯识呢，就是所谓的随教型唯识派。那假象唯识，假象唯识呢，随理型的唯识派。所以随教型的唯识呢，它是承许有阿赖耶识的。那随理型的唯识呢，它就是承许六识。